1984年，《風之谷》喺日本上映，震撼全國。嗰陣時嘅宮崎駿仲未成立吉卜力工作室，佢啱啱由東京電影新社變成自由身，就喺呢段過渡時期，佢已經開始籌備自己嘅新工作室，同埋一套新電影，就係之後改寫動畫史嘅《天空之城》。同一年，坂本龍都經歷一個人生嘅重大轉折，佢嘅傳奇樂團 YMO 喺1983年正式解散。呢隊樂團喺70、80年代風靡全球，係第一隊登上歐美流榜嘅日本樂團，將日本音樂推到國際舞台。坂本教授之後開始走自己嘅路，拍完大島主導演嘅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，仲同大衛寶兒一齊演出，電影配樂更令佢攞英國電影獎最佳配樂。嗰年，佢推出咗個人代表作《音樂圖鑑》，正式確立佢喺音樂界嘅傳奇地位。就喺呢一年，一間錄影帶品牌促成咗史上唯一一次宮崎駿同坂本龍一嘅合作。宮崎駿親手設計咗廣告飛行船，而坂本教授就為廣告作曲。首曲名叫《濕》，算首音樂嘅焦點係沿用咗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嘅印尼基民敲擊風格。呢條短短嘅廣告成為兩位大師一生唯一嘅交集。41年之後，我哋用 A-Live 新演繹呢段傳奇，再一次重燃昭和時代嗰份創意、夢想同浪漫。致敬80年代嘅宮崎駿，致敬坂本龍一，致敬嗰個用錄影帶記錄夢想嘅年代。想睇我哋嘅 A 副卡就即 click 入我哋嘅 channel 欣賞啦。我要救返我嘅人民，點解要侵略同殖民我嘅國家？原來你哋一路都係滲透我哋。我哋又見面啦，兩位。原來當你失去咗一個國家，你最想嘅就係用呢支槍攞返失去嘅嘢。